咱和顺转运站嘛，总共有12个公车的月台，除了会当坐车以外，咱内底嘛有真大的空间，以后会有便利商店，还有个会当食物的，2楼即马嘛咧规划咧做餐厅，所以讲唔但是一个坐车的所在，也是一个生活上会当来消费，会当来一个休闲娱乐的所在。第一个是我们有自己的专属的停车场可以休息，然后第二是我们这边是也有比较干净的厕所，可以让我们去做休息，然后旁边部分也有一些吃的，也可以让我们去做购买。然后的话，我们是可以解决我们的休息跟我们的上厕所，也可以也解决我们的那个饮食的部分。内底有足侪公车的路线，会当连接到咱安南区本地，嘛会当去到永康区，嘛会当到市区，甚至连县化，咱会当来做一个转运。比如讲，咱的市区的公车5号的公车，特别按原来行驶到延航，大家延长到咱和顺转运站，咱嘛有新的905号的厝边公车，厝边公车就是咱会当行驶。伫咱即个安南区的旧部落内底，路草较细条的所在，咱就用即个9人座的车辆来行驶。所以按这个部落，再来和顺转运站，会当来转其他的公车来去市区。是开5号路线，他们说现在有多了5号路线之后，他们反而去市区的路线反而更多元了，不会像说以前单单是可能只有18号或者是20号而已。对，因为我们5号路线跟的蛮多的，是有到新光三医院，也有到私立医院，也有到成大医院，然后也有到台南棒球场，反而让安南区他们乘客一直说有蛮多的路线可以达成的。特别是安南区，除了幅员广大，那我们的人口也是目前台湾市增加成长率最快的一个行政区相对的呢，交通整个一个运输对安南区来讲也特别的重要，所以和顺转运站在这里呢。未来可以帮忙我们整个一个亚太棒球场来观看比赛的一些球迷也好，游客也好，或是说甚至来到台湾历史博物馆，这些游客都有相当大的帮助，也可以未来带动我们整个安南区，特别在亚太棒球场周围这边的经济发展。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跟所有的市民朋友们以及安南区的朋友们共同迎接和顺转运站的完成。这个地方，总共历经了3年。为什么历经3年呢？因为中间经过疫情，还有原物料大涨，总预算是这个1.6亿，中央政府补助8000万，所以感谢中央立法院的支持。地方政府的8000万也感谢议会的协助，能够让我们垫付款能够完成。这个地方会变成安南区一个重要的交通扶轴带，也就是说，安南区面积很大，很多这个公共大众运输的公车路线呢，或者是从国道下来的路线能够在这个和顺转运站得到一个接驳。你也可以看到，从这里看得到我们亚太棒球训练中心的园区，总共2个成棒主副球场，2个少棒主副球场。许多赛事在进行的时候，和顺转运站就变成一个接驳车或者是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很重要的一个点。因此呢，和顺转运站的新建现在完成，正当其时，可以承接安南区的发展很重要的一个点。那也希望说，这将来发挥作用，对于促进安南区的繁荣进步有很大的帮助跟注意。你好，是各位欢迎收看5月2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台南市白河172线是通往关南岭的重要道路，所以一拄到假日车流量就相当的大，加上了白河交流道往东2公里，双向拢缩减剩一个车道，所以市府向中央争取将近3亿的补助，拓宽成18米的4线道，经过3天的时间，将会完工通车。
担任市长黄伟綽甲内政部长罗世芳共同主持白河172市道的通车典礼。这条道路是连接白河、东山、关仔岭的重要道路，长度大约1.5公里，每到假日时就会塞车，所以市府把原本10公尺宽的道路拓宽到18公尺，变成4个车道。大陆的路平的品质也非常好，这可以见证了，即使在偏乡，尤其在我们这通往交通这个名胜的地方，像关子岭，这个能够有一个非常顺畅的道路。黄伟綽表示，拓宽会当有效疏解交通，整合串联关仔岭文泉等周边观光景点，打造完善的道路环境，吸引游客来访。不过，上感谢的是内政部补助将近2亿，让工程顺利完工。拓宽工程也是采取这个半时间，就是讲因为伊是拓宽的关系，你无可能咧规个路拢动起来吼。所以咱也真侪，咱遮在座乡亲时代伫咧出入的时阵尤其伫咧工程的期间会有遮困扰。但是即马已经完工了后，真侪咱的人口要来这个所在参加观光啦其他真好的这个旅行的行程会有真大的帮助。经过3冬的时间，让交通更加顺畅，同时带动区域观光发展。20至到今年3月份，国土署补助台南生活圈道路拼建经费总共有124亿，人行道拼建、行人安全改善、道路品质改善工程等经费有156亿。中央地方将持续合作来建设大台南。台南市民所会采访报道。第年过3届台南市县的刘业昌对2013年用台联提名参选安南区市里以后第一次呈现，原本打算退休的伊，因为认为后一辈少年民代拢欠缺本土意识，甚至话中国危机，嘛互伊重新加入民进党，要阁出来选议员。目前伊就是提早报局，先通过明年党内初选一关。虽然后一届议员改选明年底才要登场，不过现在伫安南区路边已经会当看见前议员刘业昌的布条，伊用过去甲现任总统赖清德翕相拍出信赖挺昌，要反清选民过去伊的竞选服务处成立。民国99年，当时的大台南市长参选人赖清德就是帮伊受政绩。另外，也有立委陈廷辉等重量级的贵宾对伊的鼓舞。刘业昌，支持刘业昌，唯一支持刘业昌，安尼好无？安尼好无？目前伊选择做草乌寮的透天设立服务处，用遐棒的民进党身份要重新进军议会，会让看见离开议会10外档的刘业昌，人明显消散10外公斤。不过伊强调要用冲的精神，用伊多年的服务绩效加强烈的本土意识来对抗。国民党的这立委这一党来作为互我看到感觉真切心啦。不过，伫这台南市这民进党的这个现任的市议员因对这本土意识有较欠缺，所以因为我是自创党以来民进党创党以来对本土的意识，对反抗国民党实际行动始终无变就对啦。所以这个看到。这个乱象我搁伫明年的议员的选举再次要挺身而出。以安南区现况6席的议员，民进党执政县市有3加1的名额，加上过去地方经营的知名度，以及有胜选的把握，当然嘛是先通过明年3、4月党内初选民调，才继续拼大选。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5月将各种会考登场，为了稳定考生的心情，台南市教育局学生辅导咨商中心结合灌篮高手以及吉利卡哇等动漫的角色，来设计安心小物，希望陪伴考生嘛，互因祝福。
祝各位考生追分成功。教育局学生辅导咨询中心为5分登场的各种会考，特别为考生准备了梦想预售，结合一动漫角色经典台词，加上追分成功、金榜题名等祝贺的话，希望再予考生满满祝福甲鼓励。我们知道国中生他在面对大型考试的时候，其实都会很多焦虑，所以我们特别设计这一款安心小物，叫前路有光梦想御守，希望可以陪伴考生。那这款小物我们还特别利用大家孩子们熟悉的动漫语言，然后把经典角色的励志台词写在这个里面，然后希望让他们可以跟考试的挑战结合在一起。像是我们吉伊卡哇小巴会说，无论有多少次，我都会一直为你加油哦。那我们希望这些小物可以带给考生力量，让他们感觉到在这些考试当中可以不孤单，勇于接受挑战。各种会考是学生学习过程中一个重要里程碑，学生在成绩嘛一定有压力。但是学生辅导咨询中心希望透过这个梦想预售陪伴考生，让学生将家己的新愿望写在了顶面，加上动漫角色的名言鼓励，为考生注入满满的勇气和信心。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台南往来近日生产旺季，市长黄伟铁再次上电视直播，推销上青上佳美味的关庙往来。活动现场也邀请关庙宝东国小幼儿园的小朋友来参与，嘛互直播更加趣味。而短短40分钟内，4000公斤的往来就被店家空。每年的4、5月份是台南往来主要的产季，为了行销台南好食的往来。市长黄伟铁嘛特别上电视的购物台，推荐台南关庙台龙17号的金钻往来。最优质的我们的台南关庙凤，所以说我们过去经过这样的这几年的介绍，经过东森农场的介绍，所以其实听到我们现在也告我们说明，所以台南卖得好，很多地方都卖得好，不仅是台湾卖得好，国外也卖得好。所以在日本啊、韩国啦，那近几年来在新加坡甚至其他的国家，你想想看，新加坡是东南亚的国家，所以说他们离这个旁边的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都很多热带水果，结果台湾的凤梨，尤其是台南的凤梨，居然可以卖到新加坡，很多新加坡的市民朋友来吃，就知道我们凤梨多厉害。台南关庙往来因为日照充足，加上排水良好的山坡地，为往来提供真好的生长环境。关庙往来不但品质好，而且佮行销到日本、新加坡等。伫现场的直播活动，也佮邀请关庙宝东国小的附设幼儿园的小朋友来参与。每一位穿着可爱的往来装，佮着主持人来互动，为活动增添了袂少的趣味。准备开始。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是宝东往来，九里走回来。这里是宝东村，我的家乡。这里有好多好大的凤梨田，小凤梨在阳光下长大，一闪一闪会发光。就伫小朋友的表演，甲着朗诵往来相关的诗词，伫短短无到40分钟，4000公斤的往来，真紧就被销售一空。台南新闻综合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伫家，特色美食报你知，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每一当4、5月份将进入游冬会季节，基隆市嘛伫暖冬办活动，除了展现客家艺文、农业生态多元化，也邀请民众前往老寮坑进行轻旅行，欣赏沿途的美景，来认识乡土文化。客家创意花鼓班带来太鼓迎宾表演，为基隆童话季活动揭开序幕。客家起拔又 Q 又软满满的客家传统活动，有客家市集，免费品尝起拔，还有美味的客家菜包制作，多样的客家美食等着民众来品尝。因为
很 Q 很香，而且很道地。它是纯米做的，它非常软，口感跟一般那个不一样。香菇、猪肉、虾仁，凤松头啦，还有凤松头啦。土地北公比较合金平安，比较客家为人恢复主人为人犯做美。开幕的音乐会以伯公祭为开场，这一场仪式是客家文化对于土地公的尊崇，象征着对自然天地的感恩。今年我们在这个暖冬苗圃来举办基隆的客家童话季哈。那我一来到这边呢，就满满的客家热情，拿了一个客家的麻糬啊，就是糍粑哈，来分享给我们来参与的朋友。那当然，在过程当中也会把客家的一些生活，像菜包怎么做呢？来让大家分享，来认识哈。那当然，我们童话季主要是希望说，来赏童之后，大家呢亲友们或家庭的一些朋友们一起来交流互动。最主要就是说认识了客家的生活。那在这边呢，我们也很感谢基隆市来配合各会有推一个桐花小旅行，也就是来这边以后，小旅行呢可以到我们基隆地区看看哪个地方桐花漂亮。那当然，今天也有很多市集哈。那有市集了之后，也希望来参与的朋友们呢，带一些我们的电路我们就说那个花器了哈，伴手礼回去，那带动我们的这个区域的社区的一个经济的发展。排队哦，来小朋友排队哦。开幕活动在暖冬苗圃举行，虽然天空不作美，但民众热情不减。而上人国小同学口说艺术表演，更是将客家语文发挥得淋漓尽致，获得在场民众鼓掌叫好。我们现在呢，有参加的那个乡亲呢，已经出来的越来越多了。当然呢，我当然是希望说，中央呢多补助一点钱。让我们更有经费，让我们的这些乡亲呢，大家都可以更活络，大家更可以出来哈。基隆市其实充满了很多客家乡亲，从早期在我们西澳界铁路局等等，都在基隆这边定居下来。当然也有很多是婚嫁过来这边，像是我的母亲就是婚嫁过来的客家人。基隆客家的事务已经移转到基隆市民政处。今年我们从天穿日到今天的桐花季，各项活动我们都要让基隆的客家乡亲有更多的参与跟曝光率。我们从各种活动当中吸引客家乡亲来参与以外，也希望认同客家、喜欢客家、想要尝试各种文化、美食以及我们感受客家精神的市民朋友、各地好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我们在客家事务委员会所主导的各种活动。有请你到人家两工厂。此外，主办单位安排了赏桐轻旅行，邀请民众前往老寮坑欣赏沿途的桐花树之外，也认识基隆这片土地的故事。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高雄莲池潭有一位稳重的景点，因为青爱景观老，而且包条整个步道的水泥条，形成参像日本宫崎骏动画的天空之城。透过镜头，带你来看卖这个特殊的景象。湖岸边的榕树生机盎然，仔细一看才发现榕树的树根外包水泥基柱，根系脉络清晰可见。这棵位在左营莲池潭启明堂前的榕树，被誉为莲池潭隐藏景点，因为真的不容易被发现。你不讲的话，我就没有注意到。可是真的很特别的，很有印象的。Actually, if you didn't say it, I will not see it. But since you say it and I see it, wow, it's very special. From top to down, it's very good. 因榕树根系外包水泥基柱，就像是大树抓着整块土地，因此被日本网友誉为左营的天空之城。有这样特殊的景象，外国旅客也是啧啧称奇。是漂亮，对了，我觉得它那个生命力很强啊。I think the roots will signify the country, the deep down of the country. I feel it's some special because I can see those kind of situation in Korea and Taiwan also. 根据当地居民表示，这一整排的榕树当初由附近居民种下，已有50年历史，周边住家都相当珍惜这棵特别的大树。听说那些就是老一辈的人种的，
对对对，然后当初就是好像要做那个就是木栈道，对对对，然后他们就是很坚持说那个树不要砍掉，所以就这样子保存下来这样子。现在这种变景点，觉得嘞？蛮高兴的啊，蛮开心的啊。下次到莲池潭散步观光，除了龙虎塔、启明堂，别忘了这处隐藏景点，为游程增添趣味。记者陈奕轩、吴佩珊高雄报道。台中市政府携手悠悠家族打造珍珠海环丝路行，不只有机会伫水族馆困一暝，也当甲悠悠家族做伙参观学习，将专属的闪卡扎登去，邀请亲子做伙来桃园体验珍珠海环水。桃园市政府配合4月儿童月，携手悠悠家族打造桃悠游珍珠海岸小旅行，推出海岸探险队以及石沪探险队1日游，还有珍珠海岸探险队2日游等游程，欢迎国人亲子同游，体验桃园珍珠海岸之美，打造难忘回忆。4月儿童月，我们推出了2套行程，2个1日游跟1个2日游，因为这个整个珍珠海岸有2个渔港，竹围跟永安，有石沪，有沙丘，也有藻礁。那么，所以我们组了2个1日游呢，分别就是海洋探险队跟这个石沪探险队，还有1个2日游的话是珍珠海岸探险队。这个都是非常适合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来的这个旅游，尤其是2日游里面呢，晚上会夜宿水族馆，这个更是一辈子难得的经验。我们希望让我们的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透过这个亲子游，体会我们桃园珍珠海岸的美。我相信这是一个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好经验。宣传记者会中，香蕉哥哥跟番茄姐姐也带着小朋友一起唱跳，并宣布桃悠游珍珠海岸小旅行将邀请19位悠游家族的哥哥姐姐担任闯关关主，一起互动学习。我发现一个岛，看着看着无人岛，珍珠海岸一片草原，让我跑呀让我跳。悠游家族的哥哥姐姐们将在各游程路线担任关主，只要完成闯关，还能获得活动限定的悠游家族闪卡盲包，一共有20款，欢迎大小朋友一起来游玩，收集专属闪卡。这一次呢，就是特别因为桃悠悠这个珍珠海岸快乐小旅行，特别做了一组悠悠家族加上悠悠面跟雅米的闪卡，就现在很风行的，像那个韩国的偶像，他们都有闪卡，所以我们每个人看到都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小朋友也可以一起来收集，我们自己也都想要一起收集一整套。对，它主要是在游戏闯关的部分，小朋友就可以收集我们哥哥姐姐的小卡，总共有19个哥哥姐姐，然后还会有悠悠妹跟雅米的小卡，看你可以收集到几张。对。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旅行设计很有意义，是我们会去那个游戏的关主当关主，然后跟小朋友一起近距离的互动，然后里面的闪卡就是一个盲包，所以小朋友透过游戏里面可以学到知识，然后也可以获得礼物，然后就鼓励他们一起来收集，然后一起玩，一起学习这样。就是爸爸妈妈不知道带小朋友去哪里，其实桃园的珍珠海岸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有一些喜欢旅游的人，然后也鼓励大家可以一起来国旅。其实，在桃园这边也有很多漂亮的景点，结合当地的风土民情，然后在旅行之中，我觉得有快乐，也可以学习到知识。桃园市府积极推动珍珠海岸计划，预计4年内投入约4.9亿经费，优化桃园滨海旅游环境。桃悠游珍珠海岸小旅行的游程精彩丰富，还有夜宿水族馆的奇幻体验，不仅可以探索丰富的海洋生态，更能一窥夜间水族馆的神秘面纱。游程从即日起开卖，欢迎大家一起来体验珍珠海岸之美。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新北市长侯友宜率领市府团队前往彰化县进行市政交流，了解因农业科技化的成果。侯友宜表示，日后希望透过双城的合作，共同来推广国产猪肉品牌甲优质的技能，同时透过电商的服务，让新北市的民众有机会享受到彰化优质的农产。
新北市长侯友宜昨日率领市府团队前往彰化县进行市政交流，并与彰化县长王惠美一起参访立富畜牧场与昭成蛋品加工厂，了解彰化县农业科技化的成果，共同推广彰化国产猪品牌及优质蛋品直送新北。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彰化县是全国家畜产业的龙头，新北则是人口最多的县市，透过共同行销彰化的优质国产猪肉，希望让新北市儿童及消费者未来能吃得营养又安心。彰化县是全国最大的县，也是我们的家畜产业的龙头。新北市是全国最大市，也是最大消费的地方。非常谢谢王县长一直以来跟新北市合作，尤其最近这段时间也常到新北市，把他们彰化县的国产猪不断的让我们新北市了解。更重要，当蛋农产品过量的时候，他也为我们彰化县的蛋农来请面，跟新北市一起合作。未来新北跟彰化县一定会更紧密的合作，然后让我们的所有的孩子们，以及让我们消费的所有的朋友，在食安最棒的地方，从彰化开始做起以外，让我们新北市民在使用彰化的农特产品都会非常的安心。彰化县长王惠美则表示，感谢侯市长这次的交流，透过签署 MOU， 让彰化新北两城的交流更加频繁。未来彰化优先，新北上菜，期盼透过新北市电商及直播平台，帮助彰化在地业者拓展通路，让更多人认识彰化出品的各式农产品。今天特别谢谢侯市长带领的市府团队来到彰化县来交流，更加的了解彰化的健康猪，还有我们的这个鸡蛋的一个生产，以及呢它的整个的冷链系统。那在110年刚好疫情过后，那我们呢就又签了一个 MOU， 让我们的彰化的乡亲跟新北的这个市民大家互相交流，带动我们整个的一个旅游。我们的彰化优先，那在新北市一样都透过电商来做更好的行销。我想在这边再次谢谢我们侯市长。后也进一步表示，新北市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彰化县则拥有丰富的农产资源，期盼未来能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关系，为彰化农民开拓更广阔的销售市场，也为新北市民引进更多元优质的农产品选择。记者肖世宏综合报道。感谢收看5月2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新车酷吧？你好像忘了些事哦。哦，你不知道吗？微型电动2轮车要悬挂牌照、投保强制险，还要你满14岁，戴安全帽才能上路哦。什么啊？有这么多规定哦？没错，微型电动2轮车需经审验合格、领用及悬挂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而且要遵守慢车交通安全规则，不超速、不双载、不酒驾、不擅自改装，违反者将处最高5400元罚锾哦。这么严重啊！还不赶快去办理？我马上去。微型电动2轮车挂牌投保，满14岁缺一不可。内政部警政署提醒您。浓烟是火场内的头号杀手。我们用1:1打造居家的实验屋，用2间房间来做对比的实验，一间门是开着，一间关上门。如果已经看到浓烟，关好门，等待救援才是最安全的选择。发现火灾时，当你看到浓烟了，请尽速将房门关上。哇，今天来的人还真多！我在现场拿吉他表演一下，来炒热气氛。这样演奏别人的歌曲，不知道有没有著作权的问题？
没问题，不用担心哦。只要符合著作权法第55条，非以盈利为目的，未对观众或听众直接或间接收取任何费用，未对表演人支付报酬3个要件，而且属于非经常性、非例行性质特定活动，就可以在活动中表演，不需取得著作财产权人的授权哦。尊重著作权，让我们的创作世界更加美好。我不看路啊！我知道，你不想假装没看见。我知道，你担心自己的力量太小。但你知道，那是不对的。你不必得要力气大，只要你愿意站出来，你的力量就无比巨大。